最尊敬的林政委，以及谢谢勇于承担也能够让我卸下重任的许部长，以及我们所有的地方的劳工首长，以及我敬爱的所有的工会理事长先进们，还有我劳动部的同仁，以及在座的所有媒体以及各位贵宾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谢谢。刚刚林政委的这个致辞，几乎把我们的这1年多以来，其实算起来应该是380个日子，1年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那么在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劳动部的所作所为，跟我们未来打算要做的，在我们林政委的这个说明之下呢，我想我们就不再谈加说明。但是呢，我要利用今天这一个交接的日子，首先我特别要感谢林政委在百忙之中，他能够拨冗来主持今天的监交会议。去年也是他来监交，很难得了哈，也是在劳动部这里真的是劳动那么另外呢，我也要感谢今天所有的贵宾朋友，由于你们的莅临，让我感受到我这1年多来以来，我真的是认识了好多的好朋友，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与鼓励。虽然我今天即将卸任，但是呢，你们的友情长存，我想我们事后还可以持续，大家再来继续的来持续我们的友情跟我们之间的对话。那么当然，我特别要利用这个机会，我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劳动部的朋友、劳动部的工作伙伴，他们一直以来秉持着他们无私的这个奉献，秉持着他们的专业，他们认为大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捍卫我们劳工的权益。所以呢，在这一年当中，刚刚政府也讲了，外面是风风雨雨，那么对于我们劳工权益到底要如何来维护，我们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努力的目标。我们劳工的权利永远都是我们追求，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更好、更加争取这样的一个目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目的要达成，真的是要靠大家努力。这1年来，我真的看到了我们劳动部的同仁秉持的专业，秉持着我们为了要捍卫这个劳工权利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怎么样去发展我们的劳动力，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社会安全保险，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社会对话。在这样的一个决心之下，我们大家无私的贡献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每天到了10点，晚上10点哦，你还可以看到我们劳动部是灯火通明，真的是劳动部灯火通明。所以来到劳动部才知道什么叫劳动部，真的是同仁放下了所有身边的，我常常开玩笑说抛夫弃，还好呢，我们同仁的家庭都非常的体谅。所以呢，在利用今天这样机会，我感谢我们劳动部所有的同仁跟你们的贵宝卷，由于大家的体谅，我们能够共同完成一些刚刚政委所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我们把它给完成了。当然，我要感谢真的是我们的工会朋友，在这去年6月到9月的时间，也就是我们立法院休会的时间，今天在座了好多好朋友，我都到过你们那里我们呢真的是充分的对话，我们去听听看，到底站在基层，我们所有劳工朋友，我们的需求是什么？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的最高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更努力的又是一些什么？所以在这段时间呢，虽然到目前为止，我相信我没有完全做到，但是我听到了，我也会把这些声音都转给我们许科长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劳工朋友想要的一些心声所以呢，真的今天看到你们来，给我很大的一些鼓舞。那么当然，我也很感谢我们的中央部会以及我们的地方行政机关，真的在我们的周休2日薪资之后，大家呢才发现，原来我们的劳动基准法是让大家这么的不理解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周休2日薪资之后呢，劳工朋友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权益，所以我们就展开了宣导、辅导，甚至于我们实施了检查，先辅导再检查。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呢，我们让我们所有很多的劳工朋友体会到他自己的权利，让所有的企业界的朋友知道如何来保护我们劳工朋友的权益。那么这个工作呢，如果只单靠我们劳动部的同事，每天就是晚上做到12点，一天工作12小时。
也没有办法完成。所以呢，我很高兴，我们向行政反映，我们得到政务委员以及院长等等大家的支持。我们所有的中央部会各个行政团队呢，大家都一起出动。对于他们所属的这目的事业，他们也展开了一些所谓的宣导跟辅导，让他们知道劳工的权利是要保障的，劳基法是要遵守的，劳工的权利是要争取的，要他们呢能够一起来努力。那当然，所有的这些检查工作，在我们检察局周组长现在暂时才在拿这个啊，真的是非常辛苦。我真的要感谢所有我们检察的同仁，在这个当中呢，饱受各式各样的一些争议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地方政府站在第一线，他承受的压力相当的大，但是呢，他给我们的协助，我们这里的地方政府未来的中央啊，就是我们的局部长。那么地方政府由于他们呢鼎力相助，所以呢让我们整个在周休2日的推动上面能够更加的顺利。所以利用这个机会，感谢中央各部会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。我的劳动部的同仁告诉我说，以前劳动部跟他国教，好像姑娘一样。但是呢，在这一阵子当中呢，我们发现行政院体会到了要保障劳工权利，没有行政院全体大家一起来出动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理想的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我要感谢我们中央部会跟地方行政首长。当然，我也要感谢所有在座的学者专家，包括我们的媒体。由于大家的勇于谏言，所以呢，使我们的这些对话能够更加的落实，能够使我们的政策更贴近民意，也就是我们说的，其实呢，在矛盾、在冲突之间呢，我们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体现一下，到底民之所欲在哪里。所以呢，各位给我的鞭策，给我的建言，让我们的劳动政策能够更加的接地气。这是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所有的。当然，我更要感谢是我们新任的许部长。刚刚政委提到，我其实在接下郭部长的这一棒的时候呢，我有答应他，他所有未完成的工作我都收下来了。我也有自己有4个希望。我想，我本来应该是要继续把这个棒子好好的接完，把我的希望好好的落实。但是呢，天不从人愿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个人的一些因素。那么所以呢，为了让我自己我说的生病才知道要珍惜自己的身体。那么这一段时间，虽然我在生病的当中，我努力完成了阶段性的劳动基准法的一个修正。但是呢，身体还是会提出抗议虽然他没有举牌但是他事实上是在抗议。所以我想这一段时间在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，能够休息一下，对我个人，对大家都是好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行政院说，如果有人能接你，你才能走。感谢我的好朋友许明春，因为他勇于承担，他接下这样的工作。他学养技丰，我不用特别介绍，刚刚我们政委已经说明了。她的经验非常的丰富，我之前就认识跟我好姐妹，为人好骂，所以呢广骂我们的。但是呢，最重要不要忘记她的专业是非常可贵的。所以呢，在她的专业之下，在她的这个柔软度这非常好的一个柔软度，能够跟各位有一个很好的对话。然后再加上我可敬的我们的劳动部的所有坚强的团队，我想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未来我们的劳动业务只有蒸蒸日上，我们所有劳工权利一定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保障。我想争取劳工权益跟福祉，是我们未来我们共同期待。我相信在我们许部长的领导之下，没问题啦没问题所以呢，感谢，特别要感谢我们许部长，当然感谢。还是要再感谢，今天我的支持纯粹就是感谢，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刚刚政委说了，在新年期间呢最重要身体健康顺心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部长、各位，请新任许部长致辞。当然，我们行政院行政委员、林部长，我的好姐妹，这位县市劳工局处首长，
各位贵宾，各位工业先进，各位劳动部最棒的同仁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非常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交接典礼。今天我是带着戒慎恐惧的心情，如履薄冰走到这里。那我要感谢蔡英文总统、蔡基本院长的信任，将这个重担放上我的肩头。我更要感谢高雄市陈菊市长一路的栽培，到现在他还是无条件的支持、鼓励我，让我有这个信心跟胆识，能够为劳工来承担。而我更要感谢我的好姐妹林部长，这一年来她领导劳动部完成全国周休2日修法的阶段性任务，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，部长站在前线捍卫劳工权益，相当的辛苦。因为我们是好姐妹，所以我们平常就有联系，所以我完全了解她的感控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感佩林部长。那未来我也会持续秉持林部长的精神，还有他刚所讲的希望，具体落实劳基法，严格建立政府把关的机制。那我出身平凡的劳工家庭，在成长的过程，我深知劳工的辛苦。我从18岁考上台大法律系开始，到后来不管我担任职业律师，进入到行政机关来服务，我都挂心着基层弱势族群，期盼因为自己的影响力，能够保护他们的权益，为弱势来发声。劳工朋友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，但往往却是相对弱势的一群。我从陈菊市长，也就是我们的前任劳委会陈菊主委那里，学习到他对弱势劳工的重视的态度。我期盼未来自己和我们所有劳动部的团队，能够实时的奠基劳工权益，带领台湾劳工往更进步的方向来前进。每个劳工朋友背后都有一个家庭，工作安全是绝对不容妥协，这也是我最为看重的部分。此外，劳动条件的进步是我们劳动部不能放弃追求的部分。劳动部是劳工的护身符，绝对不是橡皮图章。劳动部是劳工的靠山，绝对不会被架空。我跟每个劳工朋友承诺，我将展现法律人的正义感跟法治精神，为劳工站出最坚定的立场。作为最高劳工行政主管机关，我们没有蜜月期。劳工朋友的各项权利，每天都要靠我们的行政作为来保护。交接典礼结束，就是战斗的开始。我们会继续在政策制定，还有落实执行层面不断努力。再次感谢今日与会的贵宾、媒体朋友，谢谢大家对劳工朋友的关心。